大家好，又到咗六合彩嘅時間。今日係5月26號星期二，由我李思晴同大家主持第56期嘅六合彩現場攪珠。我哋首先睇睇投注總額。今期嘅投注總額總共係有5426萬。由於連續2期頭獎冇人中，所以有累積多寶獎金1313萬，而投注總額嘅15%，亦即係810萬，將會撥入獎券基金作為社會福利用途。咁喺攪珠之前，先同大家介紹下今晚2位監場嘉賓，佢哋分別係貝聿銘太平紳士，以及獎券基金受惠機構之一嘅代表香港露宿救濟會執行委員會委員劉靜瑜女士，歡迎晒2位。同大家介紹下受惠機構。香港露宿救濟會共有3個中心，分別喺灣仔、油麻地及深水埗，共提供226個免費宿位，入住人士可分配1床位。中心亦提供電視、WiFi、冷氣機及熱水。行政由義務委員負責，冇任何行政費用。由於種種原因，有啲人會突然無家可歸或揾唔到居所，中心入住手續簡單，唔收費用，只需有社工轉介。香港賽馬會社區資助計劃資助灣仔中心嘅運作，舉辦課程，例如跑步班，加強宿友身心健康。詳情請瀏覽該會網頁或致電28933390查詢。好啦，今期六合彩即將舉行，大家喺電視機熒光幕見到一部六合彩攪珠機，1至49號嘅彩色號碼球已經由下至上、左至右順序排列好，即刻開始第56期嘅六合彩現場攪珠。今晚第一個攪出嚟嘅號碼係32號 ，The first draw number is 32。第二個攪出嚟嘅號碼係34號 ，The second draw number is 34。第三個攪出嚟嘅號碼係10號 ，The third draw number is 10。第四個攪出嚟嘅號碼係47號 ，The fourth draw number is 47。第五個攪出嚟嘅號碼係18號 ，The fifth draw number is 18。第六個攪出嚟嘅號碼係11號 ，The sixth draw number is 11。仲有一個攪出嚟嘅特別號碼係33號 ，and its draw number is 33。好啦，今期嘅六合彩已經順利攪出，我同大家重複一次啊，分別係有10號、11號、18號、32號、34號、47號，特別號碼係33號㗎。如果大家想查詢今期嘅六合彩結果，又或者頭2、3獎嘅派彩獎金，歡迎你致電1835288，又或者瀏覽馬會六合彩網頁。節目時間嚟到呢度差唔多啦，我哋再一次多謝今晚2位監場嘉賓，佢哋分別係貝聿銘太平紳士以及劉靜瑜女士，唔該晒2位。喺度提提大家，喺節目完結之後大概15分鐘，大家就可以開始購買下一期嘅六合彩彩票啦。喺度預祝各位好運，我哋下期六合彩再見啦，拜拜。